呢款髮型偏中性，露額頭，頭型偏方，睇落比較硬朗，所以適合走溫柔意外路線嘅女生。另外，抽絲上面偏直線條，嚟統一氛圍。頭髮捲曲後，之後更容易數型。為咗頂部有厚度，倒刮亂髮有4隻手指高。頭頂區同側區要有過渡，梳理嘅時候時刻保持外輪廓係方形。呢塊梳滑表面就得，唔好收緊。固定時要睇正面，確保呢塊有高度，形成方角。把頭型控制喺平行4邊形內，髻嘅下部分收緊，螺旋梳配硬蠟，梳理額頭上嘅胎毛。需要用手指固定髮流，髮流嘅設計按自己喜歡就得。梳物分布盡量平均。